向地進行啊！係啦，前排3點，哎呀！的確嗰個心理壓力係好大。結果好嘢啊！有驚無險啊！呢個 DBS 復仇成功喎。係啊！你都繼續佢哋嘅連霸喎，精英賽。係啊！唔單止咧阻止咗長天今年嘅雙料冠軍啦，亦都咧繼續可以延續佢哋嘅精英賽冠軍嘅連霸之路喎。 7連霸啦喎，係嘛？7連霸啦喎！不過都相當驚險喎，其實。係啊，兩邊都打得一場好精彩嘅比賽啊！見到雙方球員都非常之感動感觸，呢個時候亦都喺唔同嘅賽事之後，見到球員都互相擁抱、握手致意。好啦，2025至26年度 Access 全港學界精英排球比賽冠軍就係拔萃男書院啦。 一直追求佢哋夢想嘅球員，連續2屆嘅決賽，起碼都係拔萃對長天，而2次咧都係打到第5局啊！佢哋嘅教練嘅指導，但係永遠離不開就係喺背後支持佢哋嘅家長、老師、校長同埋現場嘅觀眾，一齊再一次。 恭喜晒拔萃男書院啊！講下唔經唔覺，其實全場都坐滿晒去睇呢一場決賽喎。所以咧，無論贏又好，輸又好，應該都係一個好深刻嘅比賽嚟㗎。可以坐滿醫館啊，打一場學界嘅比賽。 咁啊，得來不易啊！呢個連霸之路，即係相信咧，佢哋都唔係隨手可得啊！即係好多嘅人都即係提到會唔會係收學生啊諸如此類，但係佢哋背後付出嘅時間啊、努力咧，唔係話咁容易話買唔買人啊之類咧，去可以一句總結到嘅。 冇錯，同埋睇到佢哋嘅配合啦，配合都冇得買翻嚟嘅。冇啊，呢種配合啊，基本功啊，甚至乎嗰種落到場嘅信心啦，落到場嘅發揮啦，咁啊相信咧，亦都係即係以年月日計去努力啊。當你喺屋企食緊飯嘅時候，佢哋可能咧仲係喺學校嗰度練緊波。 當你未瞓醒嘅時候，佢亦都可能已經開始晨操緊。同埋希望大家都唔好俾呢一場嘅勝負定斷咗嗰個究竟成功定唔成功啦。冇錯啊！因為佢哋打完今日之後，其實都係會繼續參與其他排球比賽啊嘛。係啦。咁啊，呢一關過完之後咧，又有新嘅一關。 咁啊，不論係拔萃男書院，亦都係長天又好啦。咁啊，佢哋背後付出嘅努力咧，一定會係成長裏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啊！咁喺男子組嘅冠軍賽之後咧，我哋亦都會有女子組嘅冠軍賽啊，就會係由協恩對住女拔嘅。 咁我哋首先咧就喺依家呢度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亦都會一齊去睇女子組嘅決賽。轉頭見，拜拜。轉頭見。
咁啊，經理要緊張刺激嘅男子組冠軍戰好快脆到。